Hello，大家好，我係嗰本防養書刊福起來咯。今日呢，我同大家紹介一位勇敢嘅小阿妹。樣板講呢，今年本係從事護理師嘅工作，冇想到一無注意竟然成立一個品牌，還係做甜點嘅哦。佢樣板會有一個想法，一個甜點有樣板嘅特色，也係故事呢。今日呢，都請調解員好好嚟同我哋紹介一下咯。馬上就來分享我哋來自女僕面面食堂嘅調解員林麗敏。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係來自女僕嘅面面食堂麗敏。我讓麗敏來到節目地位，前面我哋要同觀眾朋友講到，原本嘅工作係做護理師嘛，係咪同觀眾朋友再紹介一下自己之前做過樣板嘅工作，好冇？好，因為我係本身係念護理嘅，由於醫院嘅是嗰條路這條路對美容業塊有興趣，嗰時候利用放假時間去做，去學美容業塊，又去考執照，安尼，又去學新娘美術也一塊，放假時間我去接啲新娘嘅部分，去畫作，平常時都做護理，拄好遇到疫情嘅部分，嗰時候美容嘅部分都點起嚟。嘿，以前嘛，他講你攏提路卡，我又閒唔下來，嗰時我都提路卡，請師請做，就想講反正閒又路卡又有烤箱，嗰時我都用一些材料去做甜點的部分，我做嘅時間我會帶一本公司嘅認識，同事嘅認識都講，唔可以查我同佢聽，本身。想講你做本他家嘢是如何，你分享本他家嘢安尼如何？伊等你講唔可以安尼，我又要付成本嘛，嗰時候伊等擺勢，又唔可以查，嗰時候伊講可能一多錢，嗰時候你因為安尼，你開始伊做甜點也個部分咧，嘿。哦，這是感覺好嘞吼，你明自家係咧閒唔下來嘅，可能自家有真實的喺護理師的工作，又去做新米後來又來做一個甜點。當然我有啲問題想去請教吼，等我印象地度嗰度咧，我自家也有護理師的朋友啦。其實我念講平時工作嘅時間已經可以該磨閒嘅，用了嘅時間像上面那邊都喺面床休息啦，睡夢入到嘅。冇想到你自家用了嘅時間，還有去接一個新米做一個畫作，你自家唔會感覺原本護理師的工作該有壓力，也講該開嗎？一開始因為我嘅護理工作佢唔係像一般睇臨床，唔係睇病房，冇按摩啊，因為拄好伊可以療禮拜，難免係可以療6日安尼。嗰時候我想講，反正閒冇事做，我睇路卡其實幾無聊，我想伊做一些我有興趣嘅東西，嗰時候我會學美容也一塊。你比較好嘅，其實你自家有興趣係做美容嘛？後來做點心，做一個甜點，係因為同事朋友大家喜歡，你這樣去做。後來做一個甜點，變做你自家真實的工作之前，你有去考慮過其實我可以去做把美容化做自家嘅事業。正常主業啦，安尼講。有想過因為想講還是那時候有甜點，就是想說還是要有一個穩定的條路的時間。嗰時候我是覺得說，都兼着做如何如果有個美容嘅可能，肯定有時間，也係講有其他機會嘅時間繼續來發展。但係因為甜點有個更加還有發展嘅可能性，嗰個我都先做一塊。對。唔過你自家做甜點，人哋攏啲甜點嘅品相幾多嘛？幾時間樣板你自家會現在講將來做一個，人哋講主打嘅韓國同餅一塊，樣板會先一個品相。因為啲時間我其實係想講，過年嘅時間夠無聊，我想我多賺一些錢。嗰時候我都想講，以前一個台灣比如講嗰少年，因為其實嗰度。台灣，比如講雞蛋糕什麼，嗰多年嚟做嘅，想講選一個冇共用嘅東西，嗰時候我都上網查，結果，因為我本身都對韓國嗰有興趣，嗰時候我去查一下，有個東西台灣嗰少年去做，啲時間嗰少年去做，嗰時候我都去研究，然後去請上網找，然後去
看，然后去甲做安尼。你真是刚刚讲我来做一个甜点业开的时候啊，有想法说将一个发展做一个品牌嘛，都往伊个名嘅，也係講幾時間你冇上按到，你先做嘅，後時咪有人同講，哎呀，我同買哦，但係唔係一個唔係乜嘅名嘅啦，唔爭要上到一開。一開始我做嘅時間，你想講我要按一個名嘅，嗰時要上嘅一段時間，但是唔對我用咧伊按一個名，嗰時我想講啊，無你用我嘅名嘅最尾嘅詞，用英文嘅英文嘅方式去做，想講有啲。同啲甜點有關係，嗰時候路邊咧講食堂，路係安尼來嘅。因為睇到前面嘅時間，你飲嘅時間，你講明糖空嚟正宗用客家睇飲唔飲嘅名嘅。係啊，晚些時間路係安尼。你都好也有符合到這個種皮對應咧像糖嘅藤席啦，有嘅同明明係食糖哦，有嘅感覺。差唔多係。你自家睇我做有嘅之前啊，你自家嘅想法有猶豫過冇？有。因為咱咪一開始我喺做嘢嘅東西嘅時間，因為我冇去請老師學，我喺上網去甲材料去做，去調整，嗰時本有試過嘅朋友說，如安尼調整到最尾，可是嗰時間其實挫折性過大，因為嗰時間我其實完唔前去試過正統嘅韓國湯餅，我只能拿本有試過的人，只能從他們的口中去調整那個口感，對，跟味道。最尾係用慢去調整，佢嘅口感同佢嘅味道變做一個自己的特色。因為等呢邊呢，有用油炸的方式，已經這邊有兩種做法，有係用油炸的，一邊係用乾煎的。最尾因為一剛開始我用油炸的時間。我喺台灣天然，有啲人食的又會搞個燥熱，裡面又貼油膩，嗰時候我就把這兩個結合，比如說我炸過的，再過一乾煎部分，讓把油避掉，讓它吃起來口感唔會咁油。還有嘅部分，如係台灣人對肉桂啊嘅部分，如係接受度冇咁好，嗰時候我就出隻同肉桂啊部分拿去，因為之前來買嘅人下來問講，唔要嘅有肉桂嘅味道下，我講冇呢，我講我使用肉桂，講唔咩，因為伊配味食嘅時間有，伊講伊唔好，我講哦，咁都好，因為我也如係專門去為了台灣人。調整嘅口味，伊等於是都我覺歡喜安尼。一開始都喺試驗嘅時間，一定會有失敗嘅嘛。有啊。差唔多失敗一到半，你將會變做一個穩定嘅一個品質，也講成功嘅味道。應該係講我對開始到開餐車也部分，差唔多我研究差唔多半年。半年後是有一擺我等這邊有一個市集。伊講問我講我去試看咯，但是就我完全開始，講咁我嚟去試水溫好誒，係去擺，去擺嘅時間，我想講可能應該冇按多人會接受安尼東西，冇發現到嗰多人一下我去買迄個，買迄個我講，但是就是還是嗰種問題，我又再回去又開始在做調整的部分，又大概又差唔多我半年。差不多1年的時間，大概準備快1年我才開那個餐車的部分。差唔多啦，一段時間。你睇下嘅睇你試驗嘅時候，人家就會朋友啊都給你支持嘛。但係一聽有做失敗，你會搶給人生嘛。給人會唔會試到驚？你會講我會想問伊講，還可以再試嗎？有講人講，1禮拜已經試過到嘅，冇再做。冇錯。好啦，安尼其實係講那個，唔過吼，唔睇試驗1年之內吼，一分段去做試水溫嘛，也冇你的心態鼓勵，就講我做一個真是有可能哦，可以去做，都真的是係。一開始你就想講，用餐車的方式去推出你賣人家產品嘛？錯，冇錯，因為人家餐車有貼喺10幾個網，應該可能攞杯餐車有幾多種嘅，你係用買種方式。我哋是只路想講簡單，睇路卡做，嗰時候我路冇
讲要花过多钱，我就用那种角钢架的部分一做，嘿，然后就是组装的方式。但是那一开始的时间，我组装的时候变成是把它变成固定式，反正就是提入卡嘛，送出来安尼卖，嘿。但是有一个部分，这个部分要一做4级的时候更麻烦，因为它是固定的，必须要有货车一载。嗰时候有时要去摆摊的时间，又要请来朋友家的货车，要有升降的，我觉得很麻烦，所以就会有时候会因为这样的考量，就限制住我很多事情。比如讲有人邀约，可能高雄哪个市集，比如讲博二之前没有邀约过，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别的县市想说要包车的，其實都冇辦法這樣，因為冇人同佢載，覺得這個 video 有嘅，還有火柴去追，人就說人這個可以去學，人買一點火柴這個類似。本來有上，真是咁樣勇敢咧！你喺市面有嘅餐車入面固定的模仿片嘛？你在有一個改良嗎？有，咱們愛路推改個把它變得比較。因為本身個狗的嘛，就變得矮，嗰時候變成講可以拆解的方式，嗰時候我就可以拆開，然後就直接用車子載，就這樣子。就可以走過遠一些的，都對1.0變做2.0，差不多啦。觀眾朋友，你冇想到明明真是很勇敢呢，對這個魔術師有個甜點，然後點心的行業，就按你投入下去，總係唔會差，還有探測去做事情，不過其他嘅產品，其他嘅同標，真是說風來安好是。也地方有用慢的提示嗎？休息一下，自己比賽，我哋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前面講嘅裡面吼，佢喺樣板對自家原本嘅工作投入做一個甜點來做一個品牌。唔過講嘅按到佢做嘅甜點都係好什麼呢？學價來適合到啲嘅咯，尤其一個韓國同標。觀眾朋友唔能有試過冇？嗰本係真係很冇試過呢，價來送一下到底係乜嘅味道嘅？裡面講嘅按到啦吼，倒不如紅人嚟適合到啲嘅。唔自家係做一個韓國同標嘛，人都直接嚟先送，可能是一個主打嘅產品，好冇？奇怪呢，我印象地都我雖然冇試過，但係我有看過韓國同標應該唔係生嘅按嘅吧？應該係人人應該係開嘛？用bằng有個按貼係會分做3塊咯。因為啲3塊有不同的口味，睇底杯。錯，冇講係冇看到，底杯有3個亞毛薑用，唔自家推薦人哋可以試用bằng嘅顏色。你可以先試原味開始。原味底杯包乜嘅？烏糖哦，黃糖，應該係有開。我人哋想看是，觀眾朋友想看一下哦，我看可能冇乜嘅貼片咧，但係個香呢，同嘅味是，出下一感覺有時擺喺人哋辦。真係好。好啦，先送過來先。其實你那個烏糖是自家炒的嗎？唔係買現成的，買現成的，有調過。難怪其實吃烘的其實唔會怪甜。炒。原本我自己想說會吃糖嘅，全部都會糖的東西，其實唔會呢。對，因為沒有朋友唔好食暗甜，講是要烏糖的部分，感覺它還可以接受，就不是那種死甜的味道。因為黑糖有很多嘛，嗰時候我會特別去挑比較沒有那麼甜的，對，剛剛好的。唔過你那個同邊嘅那個餅皮，係用乜嘅做嘅？麵粉同糯米粉，以調配，你那個比例米嗰度有一個麵粉嗰度一些，冇係做，因為糯米粉嗰度嘅話，變咧嗰層糍粑嘅，冇攞嗰層係等客家人嚟拌嘅。其實講到有片嘅市場圈嘅，更加做嚟經常，奇怪有嘅。因為唔係用煎得嚟嘛，用炸得嚟。炸嘅嗰個再煎過。有時擺嗰種火鹽米出過來嘅米是，一個口感好，所以可能有時擺麵粉同米嘅嗰種香味，有啲印象之中，這種係細很細時間，可能都卡在煎個鬼半死咁。18倉有人講過，真是有參用超研究哦。
这种感觉都出来。啊，还有面哦，也2块，迄嘛个强面伊个迄有诶，迄爱去甲做诶，用去甲调诶，唔会过甜，拄好搭配爱梧桐是刚刚好。嘿，因为一般萝卜有诶会过甜，嘿，你试看喏，嘿。这个下去有是都可以压，有诶个香面有出来呢。系啊。啊，另外一块喏，因为有个迄有诶嘛，另外一块如迄的麻糬的。洗白，洗白，唔是太甲看得到无？你看揪一下，这洗白真是安尼，很 Q 呢。我掉出来的哩，安尼，好，先试看下先。米头来讲，口感也还不同嘛。超，因为在麻糬的部分，我挑过，就是比较不会带，就是不会强调那个黑糖的味道。但係其實嘅口感都解咧個貼皮咧，因為老杯係清球嘅皮，啊底杯軟 Q，底杯跟應該講人哋咧糍粑，它就是帶着那種軟軟，而且你吃的都是糍粑嗰種面嘅嗰種球面。哦，真是幾厲害呢！啊，有個銅餅，睇做嘅時間很用板做出來呀。除了調陣子，還有需要經過某個塑形啊。有個部分都會推，因為伊的面團其實更軟，唔免像人想講像那種麵包的那種面團，它是可以固定，它是是把椰。嗰種愛特地包的時間，因為一開始的時間會破掉，就是剪的時間也會安尼風會椰出來。我為了這個愛看的影片，因為我沒有去請老師烘嘛，我只能看那個。人家去韓國拍的那個路邊的影片，我大概看了100多遍吧，就一直看，然後看他的手法一周，我就一直調整我的手法，然後去包。這個部分。真是夠用心呢。啊，除了一個韓國的銅餅啊，你也看到前面還有嗰度很明顯有肉桂卷嘛，還有堅果塔嗰度嘅。啊，人哋孫生來試試，啊，也孫生請教一下講，你這個做一個甜點，原本做一個韓國糖餅都好好啊，用辦會想到講，還可以做其他嘅喏。因為想講有時間有的人認為，因為想要食配的，安那時間又睇盧卡想要多研發一點新的東西，可是我就研究了肉桂卷，巧克力肉桂卷，囤的堅果塔跟囤的乳酪布蕾布丁，它是布丁。啊，這三項哪一顯示較好？先吃肉桂卷好。肉桂卷，對。先講哦，我沒肉桂的愛好者，所以我會對肉桂的味道輕敏感。好，當然先試看咯。對中間好。小心。肉桂嘛，應該唔會佢重吼。巧克力味。印象底部是都會冇嘛共用呢。因為巧克力味比較重。因為伊的比例我稍微調過。因為當初我咪想講，肉桂可能冇牛會接受，嗰時候我都挺拿hết。我做的時間，冇肉桂的時間唔好食，弄巧克力卷就不好吃。啊，等肉桂加下的時間，會有一個。跳脫出巧克力的味道，層次感不一樣，但是它又唔會搶過巧克力。其實都係想我講嘅，如果有個以前人講嘅是咧肉桂卷都不會買啦，其實真的是可能真的是很正常。對。尤其係一般是冇關係，衝嚟嘅，就很不適合，就是說有個肉桂味真的太重了，太香了，不是說臭哦，是說一點點香，就是還不習慣。但是有個是還唔問題，是還。食得到肉桂的米湯，也食得到嘅巧克力咧，有一種附感的東西。兩個加在一起其實是蠻柔和、蠻融洽的。因為對巧克力我是有特別挑比較偏苦甜的，不是那種牛奶巧克力。因為如果是牛奶巧克力，又會甜甜的。朋友們有嗰度上嘅唔好食肉桂嘅，嗰時候一等試壓嘅時間，唔會排斥，又會再聽安呢。很多客人也是這樣子。還有咧喏，還有是哪的？可以先吃那個堅果塔。堅果塔。安尼如果唔用燒嘅，因為用那個堅果塔用素，安尼個方便。你那個堅果貴太黏呢？你裡邊有不用的那道的東西？它裡邊有的腰果跟還有夏威夷豆，還有杏仁果，還有核桃，4種。這餅皮是我自己做的，一顆一顆捏的，不是買現成的。一個一個。嗰啲功夫呢，有個餅皮。
所以很花时间啊。可是那个坚果里面的焦糖也是我自己煮的，然后去自己煮，然后去拌的，然后就加。难怪安强，没有一般来讲有的时间可能吃那个焦糖会有那个焦糖的味道啦，哎呦，那个焦糖味道就没有那么香，但是又很甜，但你要给唔会啊，哦。贵好吃，但是这2个吃下来有一个缺点，是抹茶啦。抹茶，有个是下午茶时间用的可以添点抹茶，配咖啡，添点啦，一定会有咖啡嘛，抹入奶茶，这个等一下一定要补一下。好哦。好啦，最米，一定还要跟奶酪布丁的嘛。那个那要跟奶酪布丁，对，按你宽厚的金等你香。你是看到上面是鲜奶油，嘿，下面。某公然认不出来它是鲜奶油真的吗？对，它是鲜奶油。它那个布丁的部分，它还会用底部有加的做起司蛋糕的那个乳酪下去调整的，可是它吃起来会有点乳酪的味道，淡淡的香气，因为它都按的是那个，我一直在想说，奇怪这个布雷的味道不像布丁，很像是按的是跟起司蛋糕米头中用。对。哦，贵体片呢？用米啊的东西，我发现都有一个特色。就是米咧吼，有加米头提嘅，但係又唔係太甜。因为更加你唔是太甜，嗰種我的甜點的部分，我都糖分都會直接稍微減少。我身邊的朋友人他們唔好食過甜，嗰時就是會減糖的部分啊。有個講法係開玩笑，但也不是歧視啊，因為人哋喺唔喺屏東嘛，人哋唔係喺台南，喺台南有可能有個都不及格。對，吃甜的人說這不是甜點啊。真是，不過真是好食的吼。謝謝。今日先不用下來，因為吼，電視等下觀眾朋友都想看藝術，大家都冇太多故事。好。唔睇做一道嘅甜點，然後其實我發現到講，做一道嘅甜點其實底部應該攏規劃時間粗磨，因為米咧唔係你自己手工去做，也都手工去炒。底部最花時間，有一個我感覺最困難的係哪一類項目？首選是那個肉桂卷，看麻煩。還有哪個都還有個糖餅呢？沒有，糖餅是已經那個是前面的部分。剛剛我有說就是包的部分要去克服，這部分已經克服掉了。對啊，至於米梯就是後來就是那個肉桂卷，因為它的那個餅皮、那個麵皮，它很看那個天氣，太熱反而不好卷。你有辦過？因為也安尼是把天軟，卷不起來。發糕頭啊！發糕頭嘿，嗰時在做的時間，迄天熱開冷氣，嘿，嗰時人比較不好卷。對，主要是而且它發酵時間又過長，可能做下來要3點鐘差不多。哇！整個完成 OK， 對。烤好大概快要3個小時。那你做一個項目，其他都唔是做的。冇啊，以在發酵的時間還可以再去做配烘啊。我就利用中間時間再去做其他的準備，這樣子其實不會浪費時間啦。有人同講過，佢有去韓國試過，試烘的同做的，應該按嚟講都是有點稍微批評，就是講評論講，做的不夠到底，有啊，也是有很多。剛開始的時候，糖餅的部分，嗰度你看過啊，不會在上面評論啊，就說哦，這個不像是就是在韓國吃到的。然後我就會其實會內心很受傷。但是朋友一定會講啊，其實本來這種東西如果很看個人，你有你的客群在。我是花了一點時間，然後想講哦，好像也是啦，因為也是。大致上也是有人講，愛糖餅夠好食，有的會甚至是夠100，後面大概連續好幾天來同來買。他講哦，連續好幾天，我有點很感動，因為你要連續來不容易啊。對，佢咩真誠嘛，佢係點心呢？他就證明講，其實有做錯的地方啊，就是有打到大家的心。對，就是部分啦。觀眾朋友，真是裡面按用心做出來的甜點，真是幾好食呢。不過除了好食的甜點，唐公記還有幾精彩的故事哦。大家唔好走開，休息一下，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
这个好吃的甜点之后呢，那继续来谈精彩故事咯。里面啊，除了去做那个实习摆摊的好用摊车之外，谈讲几好过，还有开店面呢，都在两办一回事，继续来讲高级吧。里面，按前面的时间啦，这个有去做那个实习嘛，吼，甚至改了2.0的摊车，会不会你们就有打算去做一个店面吗？是没有想过说要开店的，多好朋友这片讲有一个地方，开阔一个商圈的部分，有店面，我来讲进驻嘛，这样子。可是我想讲多好有一个机会，你想讲去屏东试试看咯，因为我有一些人还没去屏东试，之前都讲唔马时间要来屏东试安尼，我想讲多好一个机会，你去试看咯安尼，对。嗰种睇店面，店面的时间、营业的时间同这个睇做摊车的时间有乜嘅冇相同吗？一开始的时间，共用如系6日，假日的时候，因为我的时间还有10条路，可是我还是利用6日的时间去走。咱每一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有人讲，刚来平常时买，都买唔到的，我的时间都有想讲，无。我路试看咯，标下来条路标下来一走看咯，安尼。都全新做一个甜点。对。全做一个甜点做店面，因为开业创业嘅时间，我印象都系疫情嘛，做嘛。疫情的时间，开店嘅时间对你自家开店啦，要到个生意会有影响。应该系讲开店面的时间是疫情后的但是是餐车那一段时间疫情的时候。对我影响比较稍微有严重一点，因为你就不能开店啦。你那时候在家里的餐车的时候，还唔可以开的。可是那时候有影响到，就是有开3站呀，点3站呀，因为有时间，他就说可能比较疫情比较爆发不能的时间，都唔可以开呀，对。嗰时讲人家愿意啊好呢吼，因为拄好开店的时间，疫情都算后期了，对，差。你今家店面还继续提营业吗？无，我店面这片就是暂停营业。用办，迄嘛个原因？因为其实创业真的会耗心理和那个内心的挣扎点，因为有时间你可能会面临讲无人客无人客来你可能要出去，有时候那时候就是心灵上有点就是失去了原本的那个开店的那个初衷了，对，所以我想说我有点不能负荷，可是我路想讲无路点下来看咯，先休息一下啦，安尼。店面暂时休息舒放了，对，要段时间，全部正式休息嘛。还有在做，可能人客上到的就讲感情上你爱点心的，你可以客定化一些时间能同买安尼。也是有的人客讲，我可能想要是布类无如肉桂卷，还是有稍微会接订单，但是糖饼的部分都真的完全点下来。OK 这时间嗰度人客讲很可惜，讲想要是的时间也没办法设安尼。对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啦。嘟红那个时候又11月份的时候就刚好有去参加市集，我就想说去参加市集之后，那个人流，因为我很喜欢，就是那时候人很多嘛，我会来囤高官我会囤聊天有的是之前来店面买过的一些人客，回头客都会来看来同来买。那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其实好像收掉又很开心看到他们我很开心，他们还有想到我这个明明食堂这个部分这样子。一定会其实多好大家喜欢说又同安尼交流研究，真正已經老朋友嘅，伊係無看到大家會上癮。會大家會用講好市面嘅規劃，又係講下一次會睇那擺檔嘅啦，那出現大家去請。有亞個部分都係第時節擺完市集的時候，我故意有上一個。就是有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说，其实可以用快闪的方式，某一天会驻店，就是固定在同一个地方。可是那时候，生意家摆完事情，生意家的时间又同一个朋友，组一个这片的 V， 大概快闪了4天，然后这时间想讲，
可能应该冇 marketing 会来，但是我是有打广告，就是打那个限动广告啊。结果嘟后，我觉得我身边的贵人运也蛮好的啦。刚好有我的平农司有一个很有名，算是美食部落客，伊来说说的有同来宣传，然后变咧我第三四年年下過多，鬼無限，鬼無限，踩起來真的鬼無限。所以來講，其實好像真的有時候你停下來休息的時間，某一天係真的完全終止掉這個部分。有時間你停下來去思考另外一個的時候，會有不一樣的火花出現。然後你可能你一周的時間，可能冥冥之中我有人來吞數安尼。尤其實按你談好咧，明明這個也沒完全的休息，冇睇做，是之前可能睇店面睇開嘅，好像講嘅，暫時不用下要這個，然後可能換個方式，不要給自己按到壓力啦。冇想到揾你的方式之後，他個商業唔按你自己有一個運氣，我讀到幾年，變到另外一種無限。不過亞中的無限同睇店方中的無限，好像你比較適應百達美快閃這種的一種壓力跟無限。對，差不多。你這個個性其實比較不適合固定，就是比較磨。好像是。這樣按你談紅了，因為你這個在講要在實習啊，要到位時間，其實。你是還是有一種熱忱在的，這樣好像是真的是這樣，講起來還是開心的。人家某兄弟能擺咧做點心呢，也可以符合百貨快閃店的感覺。頭先你這個還有用版的規劃嘛？關於這個部分，自己習慣了這個方式之後，是不是也要朝着這個方向去做？現在如何講，因為更加就是，比如講，快閃的部分，就是可能要以我，就是我覺得哪個，因為我要一請的店嘛，就是還要再去跟人家接洽這個部分，對啦啊，然後就是不會講一天比如講每一個禮拜一快閃，可能來上東來如果一做安呢，對，可能一固定的時間，所以如果可能就是要發，就是看我的那個限動的部分這樣子。嗰種更加我了解人家嘅行長嘅部分，我用辦去追尋，可以同大家講一下嗎？就是我會發布在那個我的 IG，就是搜尋明明食堂這個部分。就用一個品牌名。如何啊？還有 FB 的部分也有，對我就是兩邊，還有脆這個部分，我就是三方啦。對。這個對要給強調吼，就是現在已經是固定的嘛，那也是因為你更加算在半休息的狀態。你這個還會去繼續研究講啊，還會做其他新的東西嗎？你甜點的部分嗎？就是還會有研發新的甜點嗎？如果有時間，我還會再去研究其他的啦。對，就是還在規劃中，還在規劃。但是某一天跟你哈同敲完的時間，你又會再去研究。有可能，對，有人想說，想要吃什麼，我可能會去研究或什麼的，這樣子。對。那你自己做一個創業也快路吼，都更加一段時間了嘛。你這個會有個印象個層面影響，也還有個你這個會有想到要感謝哪個貴人或者是朋友之類的嗎？就是我要感謝的人，其實就是所有的客人跟我身邊的家人跟朋友，因為他們真的都算很支持我，即使我知道有可能會就是不如預期，可是冇按成功的時間，一定還是會提，比如講我失落的時候啊，一定還是知道我的狀態的時候，他們還是會給我一些鼓勵啊。我需要吞數的時間，他們真的有時候真的會義不容辭的出來幫我這樣子，所以我覺得身邊的人都是貴人，對，每一個，真的。係啊，你明，這個吼。創業是也可以算第一擺嘛？完全算第一次。你這個創業一段經驗，你自己覺得啦，就創業一段路，一段經驗，對你有乜嘅影響？影響就是因為剛剛其實有時間，你如果只是去像我們一般，我們只是會去想我的夢想是什麼，我想要做什麼，可是一般人都只是想。然後你沒有真的實際去踏入這個東西，你沒有其實去行動的話，其實唔定這個可以走到哪，因為那個東西我是真的那時候是完全想去做，以我的個性我會想過久能一周，可是我這個糖餅我是想馬上一周，嗰時候我就覺得好像真的要去
身体力行这件事情。然后讲哦，创业其实真的会遇到好多的人跟挫折，然后你遇到挫折，你要怎么？身边的人有没有就是会支持你？如果不支持你的时候，人家心里会要怎么去磨合它？这样子，我觉得是这个部分比较重。对，对，我所讲，这个对你来讲，用会重新去学习讲，哎，这个用满意治理这个心情，用满意调整讲，好。符合俺自家的能力来做要的事情。我所讲，有啥物假使讲有后生的啦吼，就从中央提创业，整理一下条件的经验，有简单的一句话啦，也是讲伊的重点，和同那个有想爱做一件事情的后生人分享的。就是无人想，爱去做，做的人去解决也问题安尼如何？唔是想安多，一定也会想啦，但係唔好想到太多，想到一般差唔多的都可以先去做的。因为真实做的时间，一定要有超过想的嗰种框架，有冇想到的事情，那到时候遇到了再去解决，这个才是最好的学习。是，对。哇，观众朋友，今日係咩？有看到是都係藝術到啦，有看到吼按何是咧甜醬也談到幾精彩的故事，本有想喺這個來創業行業條創業之路的朋友，伊咧分享啦吼，今日真是嘅感謝人嘅裏面，帶來按精彩的故事同按何是咧韓國同標，多謝你哦，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人，好，安尼坐到更加大家有個位酸人麼呢？假使講貴酸人嘅話，夾嚟聽聽先生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福起來節目嘅鄉親好朋友，記得點讚訂閱客家電視台頻道，順勢聽數分享出去哦。